文革係一部殺人史，玩到活埋累死了。挖到條屍，攞刀一切開，血淋門啲肝攞出嚟，就幫你送走噶啦，生食噶。挖下，用那種這個蓋房子那個瓦片來煎來吃，蓋房子裏面瓦片。文革係一生噩夢，夢見自己打死人，我是殺人犯。係毒藥殘留。它是一場革命，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50年後仍開不了口。我們這有規定不接受任何人的採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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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繼續朝拜禍首。廣西食人肉風潮，不為飢餓，為仇恨。10年文革喺毛澤東洗腦下，出現一場重口味鬧劇。最驚人嘅莫過於佢當呢種係一個時興啊，一種驕傲啊，變異嘅人類嚟，唔係人嚟噶啦嗰啲人。今年係文革發動50週年，蘋果闖入當年嘅食人村。喺呢個娘所，65歲嘅石老伯話親眼見住有人食人。這邊打着2個人家就裹着那油來煮了，挖下，用那種瓦片來煎來吃，蓋房子裏面瓦片。鬼故嚟嘅啫，嚇我唔到嘅。絕對唔係鬼故，連黨內部都有記載食人暴行。2名學生喺娘所被打死，之後被割肉、挖乾。石老伯話：當年呢棵要3、4人先抱到嘅樹，掛滿晒人骨。鄉民就咁用磚頭、瓦片燒人肉食。而呢間中學當年嘅副校長都俾學生食咗，官方記錄得更加詳細。統領中學副校長黃家飲批鬥後被亂軍打死。第2朝，學生喺學校廚房割肉、開肚、挖乾。廚房外火焰處處，瀰漫燒人肉焦味。淨係武宣同武明2個縣就證實食咗過百人。武明華僑農場都食人啦，食乾啦，挖到條屍，攞刀一切開，血淋門啲肝攞出嚟，就幫你送走噶啦，生食噶。呢個當年喺廣西讀書嘅印尼華僑話，當地人覺得夠膽食人，先顯得自己英勇革命。為什麼要吃？恨他們知道嗎？地主的呀，哦，就是吃欺壓百姓的那種人啦。響應文革號召，革命幹部黨員帶領鄉民鬥死所謂階級敵人之後，食埋佢哋。殺人都冇處罰啦，嗰陣時最多咪降級。文革傷亡最慘重嘅廣西，今日有人繼續崇拜禍首，亦有人睇清呢種仇恨嘅愚昧。我哋就係變成政治犧牲品。被毛澤東用完即殺，紅衛兵亦術血腥鎮壓。文革可怕，因為毛澤東利用數以億計瘋狂嘅民眾作為死不足惜嘅棋子。蘋果嚟到當年武鬥死傷最慘重嘅廣西，睇下呢啲棋子被用完即殺嘅荒謬故事。1966年，毛澤東為咗重奪權力，煽動群眾內鬥，打擊政敵。民眾被洗腦，組織紅衛兵，但係因為出身同觀點唔同，全國又分成保皇同造反2派。兩派都認為你自己係保衛毛澤東嘅革命路線。為咗表現自己一派更忠心，竟然演變成紅衛兵鬥紅衛兵嘅場面。許先生同羅先生當時身處廣西，都係造反派嘅中學生。佢哋話當初2派只係寫下大字報，後來竟然變成武鬥，仲走去搶民兵組織嘅槍炮。
我哋為咗保護自己，我哋一定要會諗辦法自己整槍。終於喺1968年4月至7月，兩派展開大廝殺，今日仍然痕跡處處。而呢個時候，毛澤東成功借文革剷除咗劉少奇等政敵，已經唔再需要造反群眾啦。面對暴力失控嘅廣西，毛澤東居然落咗一道冷血命令，佢要解放軍隊開槍鎮壓呢班為佢革命嘅造反派紅衛兵。邊個乜上一到會同解放軍打恩呢啲？呢個紅衛兵永遠都記得1968年7月15日呢班殺紅了眼嘅解放軍。當時羅先生呢班造反派佔據咗百貨公司，聽到解放軍話繳槍不殺，佢哋就懵盛盛跟住民眾走出去。你想慢呢，對面馬上就開槍打過嚟，就馬上 L 旁邊啲人狂嘅啲屍體，狂到河邊丟落海啦，馬上連嗰啲狂嘅人一將就可以打死嘅，翻去推落嚟。用鋼染成一片紅。許先生話：佢哋造反派一個骨幹同學都係葬身喺呢度。起身仲喺度叫毛主席萬歲，咁啊嗰啲人就攞槍打死。保守數字估計，呢場出動解放軍嘅大屠殺，短短1個月就死咗近5萬人。廣西文革嘅死亡人數有12萬。大難不死，睇翻呢場鬧劇，佢哋都好感慨。就係我哋就係變成政治犧牲品，就受嘅中央嗰啲文革嗰啲利用。我哋將青春獻俾我哋嘅祖國，落到咁嘅下場。許先生寄語香港人要銘記歷史，小心共產黨。共產黨就係要你哋忘記歷史，佢永遠係正確嘅。勇士號召反共，文革被槍決第1人。那我估計是第一個文化大革命第一個被公開槍殺的。喺嗰個冇人講真話嘅年代，曾經有義士冒死呼籲各界反抗。劉文忠嘅哥哥劉文輝因為寫反共反毛傳單逐條駁斥《人民日報》16條，結果哥哥劉文輝被槍殺。當年19歲嘅劉文忠幫哥哥抄寫，越抄越驚。我沒寫到毛澤東的毛字，我手就發抖，鋼筆都掉下來。哥哥就建議佢寫冒充個毛字代替，話反正毛澤東都係冒充馬克思思想。劉文忠話哥哥嘅傳單簡直起咗共產黨嘅底。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不是黨的軍隊，要軍隊也起來要推翻這個獨裁。哥哥將匿名傳單寄去14間大學，結果俾政府發現。劉文忠仲記得哥哥處決當日家人被通知嘅荒謬情況。派出所在現場接到我母親交這個子彈費，他要羞辱你的家屬，以及在這個場面當中表示自己的革命的激情啦，他們。細佬就判監韞足13年，但佢反而慶幸入獄避過洗腦。我裏面碰到的人最多都是知識分子，還有宗教人士也碰到很多。呢啲有獨立思想、從容面對悲劇嘅人，影響咗佢一世。1982年，劉文輝獲得平反，但反16條嘅文件始終不見天日。他說劉文輝的檔案，我們可以給你們家屬交代平反他，但在他死前絕對不能公布。劉文忠後來記錄文革，一直喺港澳出書，又喺公園搞論壇宣揚民主，仲經常俾國安警告。說我沒有後悔，我哥哥的這種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身上。佢最大嘅心願係共產黨徹底反思文革。如果他不能徹底反思的呢，那有愧於這個子孫後代，對這個國家真的是一個巨大的罪孽。
那这一代人实际上就是说成才率很低啊。那么大部分人最后就是承担了文革的后果。文革唯獨未清，知青變傻青。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底，毛澤東發起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要佢哋接受所謂貧下中農再教育。全國在學中學生幾乎全部要下放農村。估計文革期間上山下鄉嘅知青多達1800萬，包括現任國家領導人。堅定不移地走上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當中仲有佢，1970年16歲嘅裴毅然從家鄉杭州下放到大興安嶺深山，整8年。山里太苦了，那个时代没得吃，活又重，还看不了书，怎么？我想我青春就默默地腐爛在那兒。啲知青後嚟陸續返回城市，但係只係有極少數考入大學，更加有80萬人永留農村。文革之後，幸運地可以繼續學業，當上教授嘅裴毅然喺佢一本著作中就直言：1800萬個知青只不過係歷史巨人掌中嘅白老鼠，知青變傻青。佢仲指中共對呢一代嘅知青採取4化政策。我這個文革剛結束，他們就定下來一個政策，就他說文革必須淡化。因為什麼？這一挖出來，整個共產黨的合法性都很可怕的。佢哋嘅青春年華雖然俾毛澤東徹底摧毀，但係好多老知青依家聚會時唱㗎，仲係崇拜毛澤東嘅歌。吃肉他們覺得很無聊，想唱個歌，你們知道他唱什麼？就唱《親愛的毛主席》，就唱這個。真的，現在我那麼反共，那麼反毛，那麼反對馬列，但是我仍然是滿腦子都是因為我。裴毅然深信要反省文革經驗，先至可以避免同類大災難再發生。但係正因為佢喺海外發表過多篇研究文革嘅文章，令佢喺舊年年初從香港返回內地嗰陣，俾羅湖海關以涉嫌妨害國家安全為理由，要佢喺閉路電視前除下內褲檢查，扣押4個鐘頭。但係佢冇被嚇怕。要找到失敗的根源在哪？最後把它堵住。你現在不讓說怎麼行？你共產黨自己演出自己評說是不可以的。黃梅戲大師嚴鳳英被屈做特務，慘遭剖腹。嚴鳳英係黃梅戲一代宗師。50年代佢嘅電影喺中國同香港大受歡迎，連英女王睇過都話 like。但係呢一位國寶級花旦，佢喺文革鬧劇中慘死，死後仲被公開劏肚。蘋果記者嚟到嚴鳳英位於安徽合肥嘅故居，揾到佢丈夫黃冠亞嘅手稿，記錄嚴鳳英不平凡嘅一生。文革爆發，傳統文化藝術被摧毀，藝人更加被當成牛鬼蛇神。1968年，嚴鳳英被報章點名批鬥，屈佢批評由江青親自指導嘅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傳託共產黨毛主席的福啊！造反派要佢寫認罪書，仲逼佢督其他嘅同黨出嚟，但係嚴鳳英堅拒亂作供。就喺交認罪書嘅前一晚，嚴鳳英吞咗過100粒安眠藥，企圖自殺。當時只係得軍代表先有電話，佢嘅丈夫唯有去求佢哋送太太去醫院。
點知軍代表帶埋成班紅衛兵嚟到嚴鳳英嘅屋企，話佢扮死，繼續批鬥，結果嚴鳳英就係咁失救而死，終年只係得38歲。人死咗，做反派話嚴鳳英死有餘辜，屈佢係國民黨嘅特務，要即場湯屍，揾發報機同埋相機，最後揾到嘅就只有安眠藥。宁可玉碎會不為瓦全，在當時的那種的盲從的那種人，他是不是可能是反盜的人？去到文革後期，嚴鳳英先被平反。80年代，嚴鳳英紀念館喺安徽省安慶市落成，佢嘅骨灰就放喺館內嘅雕像下面。諷刺嘅係，安慶市因為嚴鳳英已被譽為係黃梅之鄉，政府亦都肯定佢嘅藝術貢獻，但係對當年嘅施暴者就一直冇追究責任。到今日，佢喺文革時嘅經歷仍然被當地人視為敏感話題。習總撲火，官媒漏夜發文話絕不允錯誤重演。唱紅歌、搞集會、研討，大陸左派公開為文革招魂。但中國官方喺星期一發動文化大革命50年就提都冇提。博文社引述消息人士話，搞到社會疑惑係中央縱容，全山文革又要嚟，出現恐慌。尤其516大陸微博都有關於文革又要嚟嘅質疑。結果星期二凌晨0時40分，官媒《人民日報》就突然發文急急補鑊啦，話文化大革命係由一場領導人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為黨、國家同各族人民帶嚟嚴重災難嘅內亂，造成嚴重嘅危害。話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文革喺理論同實踐上面都係完全錯誤，唔係亦唔可能係任何意義上嘅革命或者社會進步啊。文章話，共產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嘅失誤、錯誤，歷嚟都係採取鄭重嘅態度，敢於承認、分析、糾正，成為歷史教材。話改革開放30幾年嚟，國家日益強大，人民生活水準提高，道路越走越寬闊，所以唔會亦唔允許文革咁樣嘅錯誤重演。博文社引述消息人士話，官媒呢篇文係中共最高當局指令，暗示係習近平下令，話中央本來決定咗唔搞任何形式嘅紀念活動，但係國內左派借紀念文革為名興風作浪，所以要深夜發文咯。這個目的很明確，我們要把歷史真相記錄下來。文革開始無奈，劉少奇被打成共產黨叛徒，內奸。佢被批鬥過百次，逐出黨，最終含冤而死。堂堂國家主席落得如斯下場，一切都為佢精心炮製嘅奪權劇本。呢位老人家當年就俾毛澤東利用，擔當鬥垮劉少奇嘅旗手。
年前嘅5月，文革揭開序幕。劉少奇派妻子黃光美領導清華大學文革工作組。當年只有21歲嘅清大學生拐大富喺大學貼出反工作組嘅大字報。不相信群眾啊！後來告訴我，硬扣我們說反工作組對反革命。黃光美認為拐大富想奪權，拘禁佢。黃光美這樣我們的，劉少奇也是這樣我們的，我們對他非常仇恨。但係毛澤東好快出聲撐拐大富，之後周恩來接見佢，要佢歷數黃光美嘅罪狀。8月1號呢，這個習近平也要把打人，等於幹掉劉少奇嘛，你得要有材料啊，你要有過硬的東西啊，就來宣導嘅這類材料。呢一批黑材料令到劉少奇失勢，地位被林彪取代，亦都為劉少奇被鬥死嘅悲慘收場埋下伏線。但到今時今日，佢都認為自己冇做錯，根本上大我人民是對你的。清華大學學生拐大富憑一張大字報，一躍成為紅衛兵造反派5大領袖之一。但係真正令佢揚名全國嘅，係佢自編自導黃光美出中南海批鬥嘅一場戲。67年1月，佢手下揾人扮醫生打俾黃光美。第一個報上那個西安教育隊長給那個黃美家打電話，說原來劉培明同志，劉培明同志家長啊，是啊，說劉培明在西安的時候一個車禍受了重傷，現在送往北大醫院。拐大富之後更加揾劉少奇嘅細女劉婷婷打俾父母，話家姐真係出咗事。劉少奇同黃光美趕到醫院，先知道中咗伏。黃光美被押到清華大學批鬥。同年4月，拐大富發起更加大型30萬人批鬥黃光美大會。到68年，毛澤東不滿全國院校紅衛兵搞武鬥，派工宣隊進駐清華整頓。點知拐大富領導嘅造反派學生夠膽反抗，毛澤東嬲到召見拐大富等5大造反派學生領袖問責。當時拐大富仲天真到向毛澤東求救。我主席救我，就是喝了好幾分鐘，完了毛主席也直掉淚。但毛澤東最後唔單止冇救佢，仲狠批佢。坐下來說，反正主要是批評我了，就是頭腦膨脹，朱門搞武鬥，這樣拖累了工人，拖累了農民，拖累了市民。拐大富之後被清算，要軟禁、勞改。83年更加同4人幫一齊受審，判囚17年。從70年到80年，整個整整17年。從25歲到42歲。就我就整個坐牢嘛。依家70歲嘅拐大富中過6次風，住喺深圳一間養老院。回首文革瘋狂歲月，佢認同對國家人民造成傷害，但就反對徹底否定文革，亦都冇抱怨毛澤東。毛澤東是無論如何不能否定的。呢一位毛澤東口中嘅老佛爺，半世紀前寫嘅一張大字報，揭開文革10年浩劫序幕。佢被指令北京大學無數嘅教授、學生被批鬥、嚴刑逼供、鬥死。鄧小平嘅大仔鄧樸方更加被逼至墮樓。面對呢一段不堪回首嘅往事，佢只係淡然帶過。我關鍵是解釋中國歷史上一段很重要的情況。北大造反派領袖文革時諗過偷渡香港。1966年5月，喺北大擔任哲學系黨總書記嘅聶元梓同另外6個教師寫大字報，批評當時嘅北大校長壓制北大師生寫文革大字報。黨媒同毛澤東都高度評價大字報㗎。人民日報也立即配發社論，號召人們起來造反。毛澤東當時嘅盤算係想借大字報號召基層社會造反，向中央進攻。
鬥垮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達到佢奪回權力嘅意圖。一時間，全國各地院校嘅大字報鋪天蓋地，師生批鬥校黨委，學者、專家、教授成為無數悲劇嘅開端。同年9月，聶元梓獲委任為北大文革主任。喺佢主政之下，無數北大人被迫害，有教授死喺亂棍之下，亦都有教授不堪凌辱，寧願就讀北大嘅鄧樸方都不堪捱鬥而跳樓，終身癱瘓。有傳係聶元梓指令北大紅衛兵反鎖鄧樸方喺一間被放射性物質污染嘅實驗室入邊。鄧樸方知道如果留喺度必死無疑，於是企圖爬水管逃走，點知對自己嘅丈夫聶元梓一樣毫不留情㗎。有指佢親自帶領紅衛兵到年老多病丈夫嘅屋企抄家，拉佢去批鬥。聶元梓表面要風得風，但係其實只係被毛澤東利用作奪權嘅工具。67年，聶元梓當上北京革委會嘅副主任，算係佢最風光嘅時刻。但係北大嘅武鬥不斷升級，聶元梓自覺駕馭唔到，想退出，向周恩來同江青請求辭去主任一職。江青唔俾，仲嚴厲斥責佢。聶元梓個仔話，其實阿媽當時係想偷渡香港噶，但係最終知道唔可行。到68年8月，紅衛兵被毛澤東用完即棄，聶元梓好快就失勢。往後10年被批鬥過百次，唔係被監督勞動就係被隔離軟禁。83年更加被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囚17年。88年獲得假釋。佢晚年心臟有問題，淨係靠微薄嘅養老金過活，起居飲食都要靠保姆照顧。對文革佢已經唔願再提，只係話應該反思，留俾大家評價。反而對共產黨仲欠佢一個抗日戰爭紀念章，仍然憤憤不平。從抗戰開始就參與革命的行動，那當然應該向文革受害人道歉，紅二代命運各異。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一次同毛澤東嘅近距離接觸，毛主席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他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一次對話就令當時嘅宋彬彬多咗個名，叫做宋耀武。宋彬彬係中國開國元老宋任窮嘅女。1966年8月18號，佢被派做代表上天安門城樓，幫毛澤東綁上紅衛兵袖章之後，成為紅衛兵嘅標誌人物。有傳佢參加過殺人競賽，親手打死6、7個人，甚至北京第一個犧牲嘅教育工作者，即係宋彬彬當時就讀緊嘅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亦係佢下令打死。唔少同學亦受佢影響，四出武鬥。短短2個月，淨係北京就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但好快，連佢爸爸都被批鬥成為走資派。宋彬彬淪為過街老鼠，冇人敢收留。佢後來去美國讀書，同老公喺嗰邊定居，拎到綠卡。雖然佢好低調，但仍然不時被追擊。直到2013年，第一個紅二代公開道歉，並獲外界讚賞，宋彬彬先鼓起勇氣，第2年返到母校道歉，向副校嘅雕像鞠躬默哀，但仍然強調副校被打死同自己無關，仲話自己曾經2次阻止，以為會冇事，結果被網民質疑，話佢文革時哈哈霸霸，之後就去美國留學定居，明顯有人包庇。副校嘅丈夫亦都拒絕接受道歉。不過有分析認為，宋彬彬係文革學生領袖嘅符號之一，無論佢咩國籍都好，道歉都極具意義。點都好過薄熙來咁唔知錯。文革時身為紅衛兵，親自批鬥過爸爸薄一波不特止，仲踩斷爸爸3條肋骨。有傳薄一波事後對朋友講，睇佢六親不認，係黨未來接班人嘅好材料。結果真係俾佢做到重慶市委書記。但有望喺18大成為政治局常委之際，被習近平反腐打虎，狠狠打落嚟，判終身監禁，成為階下囚。
冒死拍下文革暴行，良心攝記話有圖有真相。文革時期，李振勝係黑龍江日報嘅攝影記者。當時報紙能登的報紙，能發稿的照片，都是要正面的、歌頌的、激鬥的、戴高帽的和這個刑場處決的，那是絕不許那個見報的。當時失勢嘅毛澤東為咗重奪權力，煽動群眾瘋狂內鬥，李振勝嘅作品就成為咗珍貴嘅史料。所以現在就是說有圖有真相。1988年，佢第一次公開其中20張，轟動全國。之後出版嘅《紅色新聞兵》被評為世界最佳攝影畫冊。從佢嘅照片可以睇到，當時喺中央文革政治組嘅魔爪底下，任何黨幹部都可以係批鬥嘅對象。而喺黑龍江，首當其衝嘅就係書記任仲夷。企喺危危乎嘅街燈，紅衛兵兜面淋臭墨汁，仲要喺佢背脊倒落去。我滴下那個墨汁，我心裏想，也不知道是淚、是血還是墨。第二書記李範五就居然因為髮型似毛澤東，被指有野心，要剃鬼頭。李振勝作為黨報記者，亦被紅衛兵視為政府探子，成日被搶去相機，整爛鏡頭，仲捉埋去批鬥。但佢仍然走到最前線，希望捕捉最有故事嘅角度。呢個和尚係紅衛兵幫兇，帶人入紙抄家，大肆破壞。這個和尚是當年那裏面最年輕的，53歲，帶路抄那些大店，各個店。有一次，李振勝仲私自走到刑場，拍低一個令佢最難忘嘅政治犯。這就挨了很多那麼揍，死不睜眼。他的意思是，這個世道睜着眼和閉着眼是一樣的黑。冇諗過幾十年後，毛炳元嘅後人竟然喺網上揾到李振勝，仲話：我從你的照片，刑場上的照片，我才知道我爺爺是很勇敢。10年文革，李振勝由當初天真地期待，到後來變成痛恨整場運動。當革命革到自己頭上的時候，我還能像原來那樣歡呼嗎？那樣高興嗎？那樣激動嗎？係乜嘢遭遇令佢冒死越拍越多呢？2個情人被迫害，攝影記者以鏡頭控訴。我一生就是接觸了2個女人，一個是初戀的，一個是後來結婚的。文革時期2個摯愛嘅慘痛經歷，令呢位攝影記者睇清亦痛恨呢場革命。10年浩劫，李振勝拍攝咗過萬張當時唔出得街嘅照片，記錄咗呢個只講階級鬥爭、泯滅人性嘅荒唐時代。那個時候，我們這代人把初戀看得是十分的珍貴。文革爆發，有一日，女友突然揾佢：咱們分手吧，別影響你的前程。你是做新聞記者的。原來係對方嘅媽媽被誣告係地主，不堪批鬥侮辱之下上吊自殺。而當時自殺會被視為畏罪叛黨，甚至會連累仍然在生嘅家人。後來這樣，他就寫了一個信，留下一個字：為了愛而分手。後來荒誕情節又重演。1968年，李振勝同報社編輯祖迎合結婚。這年的11月份，他接到一封信，他嚎啕大哭。鄉下哥哥寄嚟嘅信，話做中醫嘅爸爸不堪批鬥自殺。但哥哥第一件事竟然係叫妹妹同屋企劃清界線，收起所有情感，早迎合到工作單位交代，表明斷絕關係。就是人性的很殘酷的一種做法呀。李振勝意識到，唯一講到真話嘅就係手上嘅鏡頭，說誰都不要說話了，就用李振勝的照片來說話。後來報社開始互相批鬥，佢最緊張嘅都係啲相。於是將收埋喺辦公室暗格嘅相偷偷拎翻屋企，花了1個禮拜的時間在把那個地板甚至鋸了一個洞，那負面底片包藏起來。1968年12月，批鬥如火如荼之際，李振勝凌晨被人抄家，埋喺地板下嘅底片就形同計時炸彈，一旦穿煲，可大可小。會牆壁往這上，我想不至於。
是你是皮肉之苦啊，或者是讓你承認你的對抗文化大革命。好彩底片冇被發現。03年有外國出版社幫佢出影集，而家有多國語言版本，唯獨係冇中文版。今年文革結束40年，近年習總大搞中央集權，仲要傳媒跟黨醒，李振成就覺得文革有回魂嘅可能。理論上講，沒有深刻的反思，必然會發生難以預料的那種伏筆。有嗎？有看到反思嗎？你們那一塊土地上能看到一些。活埋百人，徒手撕嬰兒，重現文革北京大屠殺。中國大陸就是一個瘋人院，經過毛澤東的洗腦以後，普遍的這個思想都是極左或者是偏執。喺毛澤東煽動下，文革時期全國民眾鬥民眾，暴力冇底線。張立凡研究文革歷史多年，佢話暴力由北京開始，其中最嚴重嘅就係大興屠殺。砍殺或者活埋，甚至這個小孩子都全家滅門。文革時期，響應毛澤東話要武力，大興各大人民公社展開殺人比賽。記者親身去問翻60歲以上嘅當地人，佢哋都記得當時嘅情景。死的都是地主，地富反壞右，一般的活埋都給勒死的。地方幹部策劃下，所謂黑五類都被集中起嚟，男女通殺，細路仔被高空掟死，嬰兒更加被徒手撕開一半。短短5日，屠殺325人。呢個係當年嘅萬人坑，屍體多到露晒出嚟。沒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反正還有露住腿的。但係北京8月被監生打死嘅就有1700幾人，仲未計不堪批鬥而自殺嘅。暴力由北京蔓延到各省各地，全國傷亡超過100人嘅武鬥達1萬宗。群眾連死人都唔放過，包括孔子墓。我甚至把他的後代肢體還很完好的就掛在樹上示眾。青島那個地方呢，是把康有為的墓挖掘出來，然後把他的這個頭骨就是踢來踢去。當年張立凡嘅爸爸張乃希喺文革前已經俾毛澤東打成大右派，到文革爆發，爸爸被人批鬥。喺北京清華附中讀書嘅張立凡就俾紅衛兵逼佢對付自己嘅爸爸。我的同學嘛，就是遞給我一根皮帶，說你拿去回去打你爸爸，我沒理他。親身經歷令張立凡深刻思考，佢覺得文革前中國人尚有基本道德，沒有什麼文化的老太太或者販夫走卒，他們也會恪守這些個中國的幾千年來傳下來的一些傳統，但這些東西都被毛摧毀掉了。佢認為強國人今日唯利是圖，亦係文革促成嘅。文革讓大家都沒有底線了，變成一種自私自利的動物，然後突然這個迎來改革開放，就造成一種人欲橫流的這種局面。16歲殺人，紅衛兵悔恨半生。就是為了保毛主席，我什麼都不想。我打死完人以後呢，我知道我錯了，是犯罪，甚至是。黃岐裕做紅衛兵嘅時候殺過人，內疚咗50年。喺造反有理嘅瘋狂年代，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煽動全國跟隨。群眾因為出身觀點唔同，分裂成保皇派同造反派。雖然兩派敵對，互相批鬥，但目的竟然一樣。看誰更忠於毛主席，得到這種荒誕的程度。1967年8月，當時16歲嘅黃岐裕一生都記得一場北京武鬥。兩派喺一條小巷打鬥，黃岐裕俾一個着藍色軍裝嘅人打暈，醒咗就追打呢個素未謀面嘅敵人啦。掄着一個大棍子，喊着我打死你，周圍的人就都害怕了，就包括對立派的人，一看我那麼瘋狂，
结果人就给我让开了一条路。佢咁樣形容嗰致命嘅一擊，就跟那個打在那個棉被上的感覺一樣，梆梆梆梆梆就那麼打。最後黃啟宇佢哋以少勝多，後來有隊友同佢講：咱們打死一個，就是你打的那個，就覺得就渾身發涼。跑到醫院，黃啟宇仍然記得嗰位19歲少年嘅遺容，因為血還在那噗就冒泡泡，我記得特別清楚。完了那個眼睛就已經虛黃了，但是能看得出來那小伙子特英俊。後來佢走到去海南島，路上見到各省各地都上演武鬥，就非常難受。我操，怎麼打死那麼多無辜的人呢？啊，那就是要考慮這個革命到底是怎麼了。1967年，黃啟宇被北京警方拘捕，不過混咗1年幾就提前釋放啦。關鍵係得到死者父母嘅同意。而且呢，他的父母放了我之後呢，堅決不說我叫什麼名字，就怕把這仇恨呢傳到下一代身上去。80年代，黃啟宇開咗養馬場，表面上生活安穩，但殺人嘅罪孽一直纏繞住佢。你看我瞎着眼的，這前2天我腳還被馬踩了，骨頭都骨折了。我覺得這都是報應。2010年決定公開撰文認罪，亦希望同輩人誠實面對過去。但我覺得後悔沒用，首先認賬。我們所有的同齡人都是紅衛兵啊，或者都是造反派啊。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集體犯罪的結果。而呢個老紅衛兵就認為毛澤東更加要找數，因為文化革命。紅衛兵網上歌頌文革，大陸網民狂插。它是一場革命，它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呢個成日跳大媽舞嘅老伯叫賈啟宇，50年前係北京造反派紅衛兵，近年就變咗大陸出名嘅網絡膠人，經常喺論壇發表捍衛文革同毛澤東嘅荒謬言論。文革實際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如果不是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國已經4分5裂了。連大陸網民都頂佢唔順，每次出 post 都被群起圍插。呢啲無阻越少，國家民族先會進步。一心想出名，以博鬧為榮。80年代，共產黨都焗住否定文革啦。但係佢竟然話毛澤東發動係想改善黨內貪腐喎。就是所謂的浩劫純粹是胡說。當前的運動主要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其實佢老豆文革時期做幹部，明明被標籤為走資派，結果兩父子都被批鬥。不過呢啲文革衰嘢佢就好少提，難怪網民都教訓佢話：清明賈啟宇唔去幫父母上墳，仲喺網上亂吹文革。文化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以後，怎樣的不脫離人民，它是一個偉大的嘗試，偉大的創舉。咁10年逼死幾百萬人，又點計先？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任何革命都是有代價的。係咪聽到 O 嘴呢？睇下網民點回應。死咗嘅人唔係咩代價，而係當權者草菅人命嘅證據。最令人火滾嘅係佢口口聲聲仇視資本主義，但係改革開放後，居然走去保加利亞做生意，而家仲揸住3沓樓退休添，簡直係精神分裂。近年有人話習近平抄毛澤東，大搞中央集權同個人崇拜，賈啟宇又好拜喎。個人權威是需要的，你不能群龍無首，一點權威都沒有，就辦不成事情。同樣叫啟宇，同樣做過紅衛兵，
佢對文革嘅睇法就有天淵之別啦。毛澤東必須負責任，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集體犯罪的結果。想知更多，請留意另一則動新聞。不是浪費我的歷史，整個國家都是一樣，很多好東西都一起衰掉了。文革初期破四舊浪潮，蹂躪中華大地，紅衛兵周圍破壞珍貴古蹟寺院，千年文物毀於一旦，觀音菩薩粉碎砸爛，書畫、雕塑、瓷器等嘅藝術品，統統被當做四舊，遭無情毀滅。喺呢一個瘋狂嘅火紅年代，持刀景德鎮未能夠幸免於難。所有傳統嘅瓷器通通唔准再做，唯一可以出產嘅就係文革瓷器。文革的時候，觀音、那個關公啦、羅漢啦這一類的就沒有搞了。我們廠呢丟掉很多模型啦，打掉很多瓷器啦。13歲就入行嘅資深瓷器師傅俞明亮喺10年文革都要做文革瓷器。例如毛澤東、紅衛兵同工農兵像。那個時候文革搞的那個工農兵產品，這個紅衛兵的那個東西都是很生硬的了，沒有什麼韻味。那個時候對那個藝術的造型啊、瓷韻啊、瓷粉這一類的東西呢，不十分強調，真正強調他們還是正瓷。當時俞明亮工作嘅雕塑廠出產最精美嘅就係毛澤東像，但係生產過程往往戰戰兢兢。那就是你批量生產的時候，到時候不是手壞掉了，質量不行了，或者是打碎了，到時候心裡都有一點忐忑的很。到時候就是人家說你不尊敬毛澤東了，你是反黨了，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了。雕塑廠只有2個工匠有資格做模像，其中一個就係景德鎮最出名嘅瓷器師傅曾山東。佢2000年已經離世，但係故居仲擺放咗唔少佢嘅瓷器作品，精美絕倫嘅鐘馗，細如發絲嘅菊花瓣，對比起同樣出自佢手嘅文革瓷，就明白到10年文革如何摧毀中國5000年文化。文革毛澤東瓷像依舊暢銷，除咗毛像，景德鎮有瓷器店亦都生產其他領導人嘅人像，成為一道新嘅風景。有人就訂咗大批習近平嘅瓷像，話會放喺自己即將開幕嘅博物館。佢話習近平比毛主席更加偉大，推動中國文化開放，相反毛澤東對文化藝術就破壞好大。但係都有瓷器店嘅老闆話，做官嘅先至會買習近平像，一般人都係中意羅漢多啲。始終習近平像同文革瓷一樣，都係用嚟討好當權者嘅政治工具，唔會有瓷雲啊。睇落平靜嘅重慶沙坪壩公園，今年清明有大批警察便衣，新整咗通電嘅鐵絲網，相都唔准影。呢一度係全中國最後一個紅衛兵墓，今年遭到當局嚴密封鎖。現在都在遮掩，對不對？現在都不敢說是罪，說是錯。人可以被擋喺墓外，但係就能夠遮掩歷史。亂打，就是亂打，就那個飛炮彈就在天上飛嘛。紅衛兵喺1967年分裂，喺重慶就有815派同反到底派，兩派勢不兩立。文革很奇怪，對不對？文革就是人與人，我們倆明明很好，但因為認識不一樣，那種敵對情緒，真的讓你想不開。現在想起很荒唐。兩派出動槍、炮、坦克互打，係文革入邊武鬥最慘烈嘅地區之一。一發炮彈擊落，空炮彈就掉喺床邊，把樓板炸這麼大個洞。非官方歷史資料估計，重慶武鬥至少死咗1700人，當地20幾個紅衛兵墓園
文革之後幾乎全部被炸毀，只係剩翻重慶沙坪壩公園嘅呢一座，葬咗400幾個武鬥嘅死難者，年紀最細嘅得14歲。但係文革發動50年，呢一座墓園仍然觸動中共嘅神經。家屬入去拜祭要登記，文革期間做過紅衛兵，專程由成都過嚟嘅黃伯喺外圍影相嘅時候俾便衣喝停。他說是文物，我說僅僅以為是人物嘛，他是，我說你這個說法太蒼白了，這個歷史啊，這個是歷史。帶着文革去旅行，郊遊強國，最後共產村。同志們，今年係文革50週年，我哋出發去強國2大毛澤東主題樂園，等你體驗下文革嘅餘毒。第一站梗係要去韶山呢個毛澤東故鄉啦，連習總都留低唔少腳毛喺度噶。嗱，毛主席就係響度出世噶啦，快啲拍照啦！耶 I love 老毛！嚟到老毛兜，一定要拜一拜毛澤東阿爺嘅祖墳，買塊祈福牌，求家宅學業。他是最高領袖啊，說什麼話都靈。但是這是他爺爺奶奶哦。爺爺奶奶認啦，認啦。韶山呢樹幾乎人人姓毛，連臭豆腐都變毛臭豆腐噶，勁啊你！又到購物時間，毛雨佬、毛醬醬，仲有合家歡老毛 T。喜愛夜蒲嘅朋友就記得去埋毛澤東廣場跳匹舞啦喎！呢班重慶嚟嘅蒲友，文革年代係年青無粉，退咗休都專程嚟揾集體回憶㗎。想重口味啲，就要去中國最後一條共產村啦，有文革村之稱嘅南街村，30年嚟貫徹一條路線。毛澤東思想用紅色文化武裝咱們的黨員幹部、職工村民。冇錯，呢度早午晚都播紅歌，同老毛講話，準時過食藥啊！遊客嚟到可以睇樣板戲，俾20蚊仲可以 cosplay 紅衛兵添。當地經濟都行老毛嗰套，86年村黨辦收晒村民擁有嘅地，就開始搞集體經濟，生產即食麵嗰類嘢啦。而作為回報，村黨辦就為本地村民提供10幾樣福利。吃的住的都全部免費吧？你連屋企家私都由村黨辦包辦晒㗎，太幸福啦！你咁咪仲正過北韓？唔怪得北韓嘅領導都嚟親身學習啦，仲有西方媒體都嚟獵奇。全心全意為人民認可，這是做一個領導幹部永遠要牢記的。啊！不過早年傳媒踢爆條村係靠銀行借錢同廉價外來勞工嚟催大經濟增長，有村黨委仲被爆存款1000萬，甚至包幾個二奶添啊！走自己的路，讓我們去說吧。就係我哋就係變成政治犧牲品，就受嘅中央嗰啲文革嗰啲利用。我哋將青春獻俾我哋嘅祖國，落到咁嘅下場。許先生寄語香港人要銘記歷史，小心共產黨。共產黨就係要你哋忘記歷史，佢永遠係正確嘅。